大家好，又係我豪宅大師同你一齊睇香港唔同嘅樓盤。好多客人成日都想揾高實用度嘅別墅，今次呢一度就啱晒你啦。今日受到業主邀請嚟到九肚山寶松苑睇下呢一個4房雙套3層別墅有咩吸引之處。單位實用面積2574呎，業主對單位設計好有心思，全屋用上大壓花同歐洲貴族風格為主題裝修。客廳呢一個特高嘅樓底，配上波斯地氈，已經感受到個空間感。最重要係兩邊佈置完長梳化同茶几，都仲有好大嘅空間。客廳用落地玻璃連接約1000尺嘅花園，配埋玻璃上蓋，就算咩天氣，呢個位置招呼20人一齊 BBQ 同飲酒都冇難度。270呎嘅廚房，要求嘅唔係儲物空間，而係成個用色配搭上嘅和諧。全套 Gaggenau 廚具同淺黃色 Poggenpohl Top 9嘅櫥櫃，貫徹整個單位設計美學，俾人嗰種英倫貴族嘅感覺。講完廚房，梗係要睇下客飯廳。成個佈局重點放喺中間嘅圓飯台，兩邊都佈置好酒櫃，睇得出業主絕對係一個愛酒之人。沿住呢一個西班牙手砌花紋嘅磚牆，上到嚟2樓嘅睡眠區。我哋先睇兩間客房嘅設計，同你參觀間大套房先。沿用大壓花設計，大床3邊落地，兩邊佈置好書台衣櫃，對外望住內園景色，空間同採光都冇得挑剔。另一邊嘅客房望住綠油油嘅山景，空間感同佈局同樣都毫無破綻，放埋大琴都仲有好多走動空間。壓軸帶大家睇主人房，座向同客套相同，都係對住內園。業主冇刻意騰出位置做偏廳，而係將按摩椅同梳化佈置喺大床兩邊。喺呢一個大單位講究嘅唔係空間感，而係成個佈局嘅和諧程度。因為單位開即將衣帽間放喺主人房嘅盡頭，所以衣櫃等較私人嘅空間就可以好好咁隱藏起嚟。我最中意呢一個單位嘅地方係佢嘅化妝間，唔單止夠晒位放我嘅瓶瓶罐罐，仲有來去水位。以後我嘅 Dream Home 個 checklist 又多咗一項新嘅要求。主人浴室分左右佈局，講個細節俾大家聽。其實成個單位每一個洗手盆都有專屬嘅手繪花紋。如果你揾緊有裝修特色嘅獨立屋，真係唔可以錯過。單位連接車庫，仲有一個小偏廳，除咗入場鞋櫃，仲有一張麻雀台。參觀完離開單位嘅時候，就已經有一種去完歐洲旅行嘅感覺，真係冇諗過嚟到車庫竟然仲有一個歐洲噴泉，可見業主對細節嘅一絲不苟。如果你都想揾一個高私隱、高實用度、設計有風格嘅別墅，就快啲聯絡我，即刻關注我賬號豪宅大師，下次再同你一齊去睇香港唔同嘅單位。